大家好，文師傅啊，嚟到2026年丙午馬年，咁啊屬老虎嘅朋友點咧？嗱，使恭喜屬老虎嘅朋友啦，我叫壬戌啊，三合生肖，所以某程度上咧，太歲爺咧就會俾一啲好嘅人與事咧，俾屬老虎嘅朋友認識噶喎。不過屬老虎今年咧，我叫做冇乜吉星啊，咁所以某程度上咧，既然冇吉星，你就 create 一啲吉星啦。點樣 create 啊？做多啲善事啦，捐血啦，做義工啦，可能做下啲慈善活動咧，某程度上就可以助旺到你嘅貴人運嘅。同埋咧，某程度上有粒我叫做借對宮有粒叫驛馬星啦，變咗咧屬老虎嘅你都中意周圍走噶啦。出年再走多少少，某程度上咧，你譬如單身嘅你咧，去多啲旅行啦，喐動多啲咧，好容易就會識到啲感情噶啦。其次啦，屬老虎嘅朋友咧，由於都係多拗撬嘅，有陣時咧，你係好有個性啊，有陣時我叫抱打不平，拔刀相助啦。所以某程度上咧，你幫人嘅同時咧，嗱，首先低調少少先。唔好咁多拗撬，但係咧幫人嘅過程之中咧，好多時俾你幫嘅人咧，對你一定係心心眼㗎啦。有陣時咪容易去締咗一段戀情咯。同埋啦，某程度上啦，出年屬老虎咧都有粒叫文昌星啦，都係好旺你咧考取一啲我叫做功名嘅嘢啦，即係啲專業試啊或者專業文憑。其次咧，真係可能進修一啲我叫做一啲興趣班啊，因為你出年咧，可能有陣時多咗啲，有陣時啲拗撬嘅嘢唔知點樣 handle 咧，可以試下啲興趣班啦，點樣可能係一啲仲裁啊，或者一啲研討啊，或者一啲身心靈嘅課程或者玄學嘅課程啦。咁某程度上咧，你咪可以喺啲同學仔之間，亦除咗學嘢嘅同時，亦都容易去締造一啲戀愛咯。咁當然啦，有啲專業嘅分配機構咧，佢都有一系列嘅教授啲如何同異性溝通嘅課程嘅，咁啊鼓勵大家去報名學習啦。大家好，文師傅啊，嚟到2026年丙午馬年喎，哇屬兔仔咧，我叫做破太歲，輕微犯太歲啦。其實唔使太擔心嘅，點解咧？嗱，你今年咧有好多嗰啲天德啊、福德、福星、天喜，呢啲全部都係啲貴人星，不過輕咗少少。貴人星有分1級、2級嘅，你就爭啲，不過唔使驚，始終都係貴人星啊嘛。你要訓練佢咯，點樣訓練啊？你做人嘅貴人咯，簡單啲做下義工啦，做下啲慈善活動啦，幫多啲人，甚至乎你做人嘅秘密天使啦，即係可能幫咗佢都唔話俾佢知嘅。某程度上咧，可以加速你個運程㗎。同埋咧，屬兔仔咧，我哋叫出年有粒叫天喜星啦，天喜星都係啲桃花星嘅，所以出年咧好多喜慶嘢。出席多啲，可能婚宴啊，或者一啲慶祝會啊，好容易咧喺嗰啲地方咧可以揾到啲啱你心水嘅人士噶。同埋咧出年咧屬兔仔嘅朋友咧，我哋叫做出年都叫桃花之年啊。某程度上啦，我哋叫做都輕微犯太歲啦，所以如果得咧一起擋三災。如果假設咧真係有一個長期有個穩定嘅伴侶咧，出年可以考慮拉埋天窗啦，組織家庭啦。其次，如果已經係結咗婚嘅咧，可以考慮出年製造一個小生命都得㗎。咁同埋咧，出年咧屬兔仔嘅人士咧，我叫做都多口舌是非嘅嘢啊。如果得的話咧，盡量咧我叫做放空心情咯。即係有陣時有啲嘢咧啱聽咪聽兩句咯，唔啱聽咧就隨平常心咁樣去處理咯。否則咧出年咧都係好多麻煩是是非非嘅嘢咯。頭先都講啦，你有啲貴人星。嗰啲貴人星如果嘥咗啲能量幫你解決口舌是非嗰啲，咁咪冇咗好嘢俾你咯。反而調翻轉喎，如果你去反而平常心，少啲口舌是非，反而多啲嘢去幫助你嘅事業啊、愛情啊、健康咪仲好。所以咧，鼓勵告誡屬兔仔嘅朋友咧，參與多啲慈善活動啦，喐動多少少啦。咁某程度上咧，做人哋嘅秘密嘅貴人咧，咁某程度上就會幫到屬兔仔嘅運程嘅。大家好，文師傅啊，嚟到2026年丙午馬年啦。嗱，屬龍嘅朋友咧，出年哇唔錯喎，有天解呢粒吉星喎。天解，上天俾一啲解決問題嘅能力俾你喎，亦都有8座呢粒星，加上仲有喜慶星添。
咁啊變咗咧好多時你會幫人解決問題嘅同時咧，除咗個地位會提升之外咧，亦都好容易製造一啲喜慶嘢嘅喎。咁簡單啲講啦，如果你譬如幫人解決問題嘅同時，咪容易覓得真姻緣咯。咁所以咧，告誡屬龍嘅朋友咧，唔好再匿埋喺山洞啦。有陣時屬龍嘅朋友咧，唔開心嘅時候咧，中意收埋自己嘅。嗱，不過唔緊要嘅，你今年喐動多啲，走出嚟。身邊有人需要你幫手咧，你就幫佢解決。喺屬龍嘅朋友眼中咧，好多問題其實唔係問題嚟㗎，佢真係輕描淡寫傾兩句就已經解決。我叫咧屬龍嘅朋友咧係叫解危高手啊！人哋搞唔掂嗰啲咧，你出嚟咧輕描淡寫談笑間已經可以解決咗啦。咁但係你唔好忘記喎，你呢個技能係你獨有嘅喎，身邊嘅朋友咧見到你嘅時候咧，真係會出心心眼嘅喎，所以。單身屬龍嘅朋友咧，就睇下會唔會喺幫人解決問題嘅同時咧，可以覓得一個愛侶啦。咁如果假設啦，你已經有一個穩定嘅伴侶嘅朋友咧，咁屬龍因為有粒喜慶星啊嘛，咁你可以諗下拉埋天窗，做下啲喜慶嘢啦。嗱，首先恭喜屬蛇嘅朋友先，我叫做咧逃離咗舊年犯太歲嗰啲麻麻煩煩嘅嘢㗎啦。但係始終咧，我叫大病初愈啦。嗱，如果冬天屬蛇嘅朋友咧就好啲啊，快啲走出。但係咧，如果夏天屬蛇嘅朋友咧，上半年都要穩手突擊一下咯。同埋咧，屬蛇好得意㗎，我叫做咧佢會係靜候等待機會一擊即中。嗱，如果套入事業梗係 very good 啦，但係咧，如果套入感情世界咧，佢會係睇定啲啊，明明有個人都好啱心水，但係咧又唔敢舉棋不定喎，情人出現你唔反應就好容易走咗噶啦，所以告誡屬蛇嘅朋友咧，真係唔好諗咁多，啱咧就去出動啦。咁但係咧，始終呢個都係叫原廠設定啦，所以屬蛇嘅朋友咧，可以揾啲專業嘅分界公司咧，等佢介紹俾你。嗱，除咗可以學一個技巧之外咧，若然佢即係已經配對到你已經啱心水咧，咁你一擊必中嗰個心態咪可以更加強咯。同埋啦，屬蛇嘅朋友咧，出年有文昌啦，有啲喜慶星啦，亦都有粒叫六分星啦，所以某程度上咧，出年咧好旺你考取一啲專業嘅文憑啊、專業嘅試，甚至乎你考一啲內部晉升嘅機會咧，都會特別高啲噶。咁所以咧，有陣時可以喺啲可能你進修啊、讀書啊，或者返一啲興趣班嘅地方咧，去覓識一啲新真姻緣出現啦。好多時咧，我哋叫做從一個學習嘅環境之中咧，你好容易會識到一啲同頻嘅人啊。咁你咪容易你一擊即中個心態啊，因為本身佢已經同你差唔多個諗法啊、思想啊嘛，咁你咪容易睇咗一段戀情咯。咁因為咧，舊年屬蛇嘅朋友咧就叫犯太歲。好多時咧，逢親犯太歲咧，都特別容易咧，有啲戀情出現嘅。咁啊，告誡屬蛇嘅朋友啦，嗱，今年啦，我哋叫做咧，你有一喜慶星啦，咁若然發現舊年啊，好似都幾好喎，或者識到一個人都唔錯喎，舉棋不定，今年係一個 good timing咧，真係主動出擊啦。伸出一個強而有力嘅臂彎咧，拖一拖人啦，咁啊，一拖就可以共築一個愛情嘅跑道噶啦。好，恭喜晒屬蛇嘅朋友！你想拍拖告別單身，原來如此幫到你。